男孩从小就接受鬼步训练，只要发出一丝声响，就会遭到师傅的严厉惩罚。哪怕是肉破皮裂，他也得咬牙坚持走完每一步。夜深人静时，剧烈的痛楚让雷藏辗转反侧，他却紧咬牙关，生怕发出一点声响。这一幕被小师妹目睹，她拿出家传的秘制药膏，轻手轻脚为他抹上，缓解他的痛苦。小师妹的这份温柔让雷藏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残酷的训练还在继续，转眼间他们都已经成长为青年。这一天，在布满火球的训练场上，雷藏与师兄展开对决，他几乎占尽了上风，但因为心软，最终被师兄用计击败，一棍子打倒在地，输掉了这场比赛。师傅看到这一幕，失望至极，面无表情地走到雷藏面前，一把将他从地上拉起，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何为痛不欲生。师傅原以为这孩子可能撑不到明天，没想到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这让师傅重新认识到了他的潜力，决定把雷藏培养为下一代传人，要求他每年放弃一种感官。首先是视力，一开始双眼被蒙上的雷藏难以适应，经常被师兄轻而易举的击败，但他很快就利用敏锐的听觉，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，最终成功的战胜了师兄。在漆黑的夜晚，他能听到小师妹的心脏砰砰跳。日夜相伴，两人的关系迅速加温，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一次训练中，小师妹意外将师兄击倒，师傅随即递给他一把锋利的剑，令他对师兄下杀手。小师妹握着剑，面对奄奄一息的师兄，却始终无法下手。因此，他被关进了竹制的小牢房。雷藏看不下去他受这种折磨，劝他不要违抗师命，但倔强的小师妹从不屈服，内心一直渴望自由。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决定逃出这个地狱般的地方。雷藏试图阻止他，但小师妹决心已定，甚至想拉着雷藏一起逃离。然而胆小的雷藏不敢越过高墙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师妹一步步走向危险的深渊。不久，逃跑的小师妹被绑在炎热的阳光下暴晒3天3夜，直到她几乎不像人形，最终在所有师兄弟面前被一剑刺心。雷藏眼看着心爱的小师妹惨死，自己却无力回天，心中的复仇之火开始悄悄燃起。